今天这个朋友边啊，这位好朋友哈，这个好久不见了，有一段时间没见，也没有好久了哈。以后做陈秀玲哈，高年级的朋友不听过野瓜，他也出过专辑，然后曾经在五灯奖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五灯之星哈。恭喜呢秀玲，对咱来讲没有好久不见，但对咱的听众朋友来讲，真的很久不见了哈。来，斌哥你好，阿哥咱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秀玲，就是五灯奖5度5关奖10万。的陈秀玲，已经是讲10万的年代了。我那时候是讲10万了，对。所以以阿布利亚笑脸了哈。安尼哈，谢谢我当然是比斌哥较笑脸是叔叔啊。来，再回到这个歌坛哈，真的是真正，因为你真的沉寂一段时间，讲哈，无唱歌无要紧，我来去拍戏嘛，哈，对不？因为讲那无找到好歌哈，伊袂瘾唱。哎呀，我无讲袂瘾啦。我是讲，因为其实我家己嘛有咧等有好歌，过来就是讲，其实吼，这个过程内底有人要找过我要唱，要唱歌，毋过我感觉，迄我有听起，我感觉歌我无介意，过来就是我甲迄个头家本身的理念嘛无啥共，所以我后来还是没有接受。秀玲，你倒位人啊？我出世啊，我出世苗栗县。哦，所以你会讲客家话？我不会啊，你不是汉音，不可是可以听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同学，我还好嘞。后来就搬走了是吧？对，我在那边待到7岁，7岁然后就搬到彰化。彰化，对，彰化是阮妈妈故乡，故乡对。苗栗是阮爸爸住的所在。所以讲吼，为细汉比赛时，你迄当时就唱台语歌吗？我去五灯奖时，我试唱会我是唱国语的。我国语是伊要叫我去比赛的时候，我讲我要比国语哦。伊讲阮国语即摆有一个足强的呢。张惠妹吼，伊输去了后，伊过来来败不复活。伊过来而且即摆3度我感觉你莫拼国语的啦，你即摆来拼台语的好无？你敢唱台语的安尼啦？我讲我会晓唱台语，但是我较介意国语。伊讲。你先来唱台语，若是5度5关，迄个张惠妹啦5度5关了，你若想要搁唱国语，无你时阵你再来比国语，安尼啦。因为当初就是一直希望我来鼓励我来迄位执行，就是在那个那个是百丽。对不对？那时候是百丽制作，对。百丽里面的有一个那个执行的小姐，一起阮中华湾里面人，就是我故乡边啊尔。伊讲吼，你来啦，因为那时候我一直不想要去歌唱比赛，因为我感觉比赛有压力。对，然后第一点有压力，第二点拢迄都是嘛吼，唱华语歌的时候感觉吼会比较有设计感，对吧？唱台语就是唔知影要安怎接受，因为你好读书拢无咧讲台语。对，过来，阮迄朋友甲我讲，迄个执行甲我讲，伊讲你敢会当听我讲，因为咱中华目前无五灯奖过关的啦。哎呦，有这侪人来比，但无人过关，你敢会当来安尼啦？他是因为他这样子跟我讲，后来想说。好啦，无你就安尼讲，我就去。我去头比赛，我更毋敢互阮妈妈知呢，因为我惊输去闹开。这有够爱民主的啦。对，所以我嘛无互阮妈妈知，我趁阮妈妈咧无用阮表哥的婚书。阮表哥以前拄要结婚，伊咧做媒人，我去咧甲人无赢，然后我就去比赛，比了之后回来，下个礼拜又要再比嘛，因为我有赢嘛，我赢了。第二届搁要去，我妈妈讲你要去倒，我讲我做工地秀，我都敢骗我去做工地秀。对，然后一直到有一天，我妈妈去市场，人就看到我妈妈就讲：“哎哟，恁查某囝仔较搞哈！”伊讲安怎样？伊讲恁查某囝即摆五灯奖的迄个卫冕者，伊讲无啦，哪有？伊讲有，恁查某囝咧比赛啊！伊都讲伊中华报道的啊！恁查某囝我第二日呢，我妈妈讲。干嘛呢？伊那拢不跟我讲，然后后来我妈妈回去才问我说：“没你人咧讲你咧比五灯奖，你敢有？”然后我就想突破，对。迄时阵还未输去，你知无？迄时一度3关，然后我妈妈讲：“敢有影？”我讲有啦。伊讲你拢无跟我讲，我讲我就惊输去。伊讲。安尼啦，你若有法度认真唱，你唱5度5关，妈妈送你一个劳力士。哎呦呀，迄东西劳力士惊人呢。对，真的。然后我就冲着我妈妈讲这句话，我讲压力愈大，因为想要爱迄个劳力士，然后佮想讲袂当遐输去，所以就一路上
就是第一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当感冒啊。这声袂使走去，唱歌比赛上惊就是感冒，所以我袂当感冒。但是我伫比赛过程内底，我有去车弄掉，掰卡。对，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哈，那个时阵哈，够把这个规定哈，对吧？而且还上新闻。是，然后那时候那个百丽有给你发一篇小小的新闻，对，然后在节目上那个廖伟凡，他也有特别提一下。这样子哇，真的很不容易耶！龚千丽，启龚，你刚刚在讲的部分是你本来就在做工地秀了，那时候就已经在外面演唱了。我在舞厅跟酒店驻唱一段时间了，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去做工地秀，那届工地秀是五灯奖跟他合作示范。跟工地秀结合，他们都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选手了对吧？对，你唱哈，你唱工地秀，一般较早是拢叫歌星，歌星的人就多嘛，但是没有太大的效果，因为歌星人来看了，人就个走啊。过伊迄届跟五灯奖就是示范这个市场会。一跟他用小小的钱是什么？买奖品嘛。好，第一名可能电视一台，第二名。那个移动式的一种卡拉 OK 还是 Linky 几台，他这个钱其实不多，可是他会吸引很多爱唱歌、唱歌的人，对，而且歌唱歌的人都来啊。是，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。然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，我今天要去做一场，他是吉他手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今天要去做一场五灯奖的试唱会，你敢要来唱？我讲，迄奖品有啥？我较早拢是安尼嘛，那比赛拢爱先问看迄奖品是啥物？奖品啊，对，奖金偌济，奖品偌济安尼啦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那个奖品还不错，一把他讲了，我就想，那好吧，那一天我就请假，我就甲公司我的驻唱的所在，我请假，跟我卖去，我就去唱试唱会，然后就第一名。所以你普通时无咧比的啦，吼。就是有好的奖品我就去啊。记得哦，一颗哈。真的是这样子，以前真的很天真哈，对不对哈？那迄嘛，较早我就是有一种唱地裤、上地裤开始啊，较早是香皂。对。当你就是还不懂的时候，就大概国小、国中的时候，去参加一些那个小社区他们举办的歌唱比赛，然后那时候说，上沙口轻轻香皂，哇，你知道不？我知。对，以前是从香皂开始过来往电风，过来前面电磁炉，过来的移动式卡拉 OK。电视，过来就是卡拉车舞啊，是，真好。我们为什么要先让大家好好的来聊一下，来哈，大家知道讲陈秀玲以前的这经过哈，就是唤醒你的记忆哈。但是新专辑发了，是新歌先让大家听一下，我们慢慢再来聊这个新歌的故事，好不好？继续过好做。继续我是阮头家的故事，这数量美丽哈，我慢慢再来聊哈。好的。抛的地，思念的你问我吃饱未？一条感情线，绵绵的心肝，牵着咱情深深的。甲你带，无代
百尾，一条感情线，绵绵的心肝，牵着咱情深意重。无奈运命强强来甲你带，无待念，阮的心情汹涌来拆散。我情感，我情愿。思念你温柔的笑声，思念你坚强的形影。忽然间，无奈运命强强来甲你带，无待念，阮的心情。